出埃及記第37章，做約櫃。以色列用金合帆木做一個約櫃，長110公分，寬66公分，懸66公分，用純金包這個櫃，內外攏包得，四邊鑲金線，閣甲伊鑄4個金環，安佇伊的四支骹，這邊2個，迄邊2個。伊用金合帆木做2支槓，用金包得，將槓藏佇約櫃邊的環裡，用來扛櫃。伊閣用純金做約櫃的掛，長110公分，寬66公分，閣用金拍2個天使基路伯，安佇掛的雙頭，一頭一個，雙頭的基路伯甲掛連做規塊，2個基路伯面相對，約櫃的掛，膝體懸，抓約櫃的掛。做獻祭的餅的桌，伊用金合帆木做一塊桌，長88公分，寬44公分，懸66公分，用純金包得，四圍鑲金線。桌面4個邊各做 7.5 公分寬的墘，墘的周圍鑲金線。伊做4個金環，安佇桌仔4支骹的角頭頂面，安環的所在瓦棍橫關，通藏槓來扛桌。用金合帆木做2支槓，用金包得，通用來扛桌。閣用純金做桌頂的器具，就是盤甲撇仔，以及獻奠酒祭要用的壺甲杯。做燈臺，伊用純金拍一個燈臺，燈臺的座、中條、杯、壺、花，攏連做規座。燈臺雙邊伸出6支枝，一邊3支，每一支有3個杯，形狀親像杏花，有壺有花。燈臺的6支枝攏是安尼。燈臺條有4個杯，形狀親像杏花，有壺甲花。伊佇3對3連的枝下面甲條相接的所在做壺。燈臺的6支枝攏是安尼。遐個壺甲枝攏甲條連做一個，攏是用純金拍的。伊用純金做7個燈盞、燈剪甲燈盤。伊用35公斤的純金做燈臺甲遮的所有的器具。做燒香的壇，伊用金合帆木做一座燒香的壇，是4方的，長甲寬攏45公分，懸90公分。壇迄4支翹起來的角甲壇連接做一塊。壇的頂面四圍以及遐個角攏用純金包得，閣佇壇的四圍鑲金線。伊佇金線的下面，壇的雙邊2支橫管的頂面做2個金環，通藏槓來扛壇。伊用金合帆木做槓，用金包得。做香木的聖油甲香，伊閣照做香料的方法做香木的聖油甲純的芳香。